前一阵啊，一个等要出养的囡仔，互年母虐待家死的案件引起真大风波。今仔日就立委和社工团体出来呼吁政府，要改善收养出养的制度，嘛要检视扩充安置的资源，也搁要听社工的意见来改善，当这甲社会安全网保护好，互囡仔会当平安大汉。台北的查甫囡仔凯凯，互年母是苦毒甲死亡，震惊社会，各界开始检视台湾的收出养制度问题到底是出伫倒。立委和社工团体是做伙办记者会，呼吁各界救囡仔的未来。资源不足也造成这个儿少业务人力还有相关制度难以完善。那所以我们是建议说，政府要逐年提高儿少预算，要达到 OECD 国家平均要占 GDP 6%以上。了解说我们的访视员有需要哪些制度上的协助，需要哪些比较有效的行政手段来确保可以有效的执行无预警访视。根据了解，目前中央的少子女化对策计划内面规定，每60个居家托育人员是配一个访护员。若是造成案量过大，敢会影响到访视的品质，嘛是要检讨。另外，即马传出世界展望会要退出寄养的业务，外界烦恼讲会引起社工的出走潮，因为若无民间社福机构的做伙合作，社会安全网恐惊只会愈破愈大坑。社工团体讲，这个月20，台湾各地社工工会再联署陈情书到卫福部，控诉卫福部煞无来做出回应。对于我们劳权的改善也是消极，每次跟他们检讨会议的时候，也都没有提出一些严谨的数据。卫福部他提出了这些检讨的项目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有没有做到？已经都进来了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会做整理。那礼拜4的时候，专案报告就会会跟各界说明。社工团体讲，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，拢袂当甲支持社工当作只是口号，无只会互社工对体制是感觉失望。到新闻做了进前，卫福部拢也未做出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